相别大英风台，应点安稳所在。想你不做阴阴黑白，心都徛起安心。上帝亲像高野窗口，做弯弯当保护。咱唱第一节甲第二节，咱定来一摆，咱唱第一节甲第二节，222首。好，来，上帝做阮代代帮助，来。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做将来不忘。互阮相拼大英风台，应点安稳所在。全民辅助阴影下面，心都徛起安心。上帝亲像高野窗口，做弯稳当保护。好，下一首158首。我有志好朋友。我有一好朋友，耶稣相伴，伊会予我得救，耶稣相我，世间快乐经典，朋友交陪快顺，对主因我教会，耶稣相我。心内耶稣相我，对敌家无陷害，耶稣相我，我靠救主的心，为的心意决心，开也对敌宽悯，耶稣相我。第3首。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甘陪着你，也因主必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赐你平安。哈利路亚！各位兄姊，咱只是咱请起你。外口虽然寒寒，啊，不过咱的内底是热情热心的，阿妹。好，所以咱即马来彼此问安，甲边仔人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的恩光充满伫咱的中间，甲咱同在。伊是永远掌权的上帝，咱用上欢喜快乐的声音来敬拜伊，阿妹。我们的心举起来。万王的王，主的主，伟大的君就是伊，伊万的你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天使甲天父传播这佳音，当天也是温暖。无正听消息，欢喜袂土地，感激归路称赞。万王的王，主的主，伟大的君就是伊。
万的你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祈祷是求主为万民出世，大和平的世界。咱做伊用那将福给伊听，也你的帮助。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军就是伊。伊万的你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双向的归我，黑暗的革命，受压制的逃跑。我分辨下面罪人的信息，享受自由恩茂。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军就是伊。伊万的你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军就是伊。伊万的你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唯有他配的，唯有他配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这时感谢上帝听甲恩典，充满伫万面，互咱会当来欣赏甲享受。咱要用上水的歌声来学乐来赞美伊的听。出风吹来一阵悠然花香味，树头起这鸟欢喜的饮食，溪水比草坡青水水高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父大主安。一口气，一滴水，收拾完我命的风声。主啊，我们爱你。心中的主的来临，哦，你创造大权力，春风吹来一阵悠然花香味，树头起吹鸟欢喜的饮食。溪水比草坡青水水高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父大主安。一口气，一滴水，收拾完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心中的主的来临，哦，你创造大权力。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父大主安。一口气，一滴水，
唱出我名的方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心中的主的内面，我若你创造大冠冕，伊心中的主的内面，我若你创造大冠冕。创造万物的主耶稣，感谢你的疼，互阮一生坚定要跟对你，行伫你的生命的道路，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愈来愈有你的优势。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互我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做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疼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予我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做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咱压头来祈祷，咱的心搁较渴慕，搁较渴慕。
搁较靠慕主耶稣和伊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会当专心来跟对你。当阮拄着挑战、拄着困难的时，来坚持阮的信心，使互阮有气力，愿意付出代价来回应你的呼召甲旨意。阮即时要献上阮的性命，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会当带领阮的亲人、阮的朋友来明白你、来跟对你、来敬拜你，甲阮同款得到福音的好处。求圣神即时也帮助阮，互阮看见天顶的荣耀，互阮所做一切拢是合你的旨意，甲你的呼召，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荣耀大大的释放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爱我们。好，请坐下。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空闲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听咱即时。来，伫办心来吟诗来学到咱的天父上帝，请咱来吟神圣诗222首，222首，上帝做咱代代帮赞，请大家来吟全首。上帝做咱代代帮赞，也做将来仰望，红岸相比。
同心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阿拉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疼痛，感谢你成做阮代代的帮衬，成做阮将来的愿望。你是阮一切的源头，也是万福的本源。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就是自有永有、真国活的上帝。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阮要伫你的面前常常来敬拜阿拉你，阮要用祈祷来感谢你。圣经诗人有安尼写讲，耶和华你就是阮的产业，是阮杯中的份额，阮所应该得的，你甲阮顾守，你所让互阮的地是真水的所在。主，阮感谢你的丰盛的恩典。主啊，阮是何等恩典，会当伫主的内面正做一家人。阮也感谢你，美好的带领甲引带，互阮罗州教会已经聘到梁牧、蔡东旭牧师，以及陈丹乐兄，好，这牧师娘，阮要伫阮的罗州教会来牧会，阮真欢喜，感谢主你的美好的旨意来成就，阮来恳求主你来帮助阮全罗州教会会当同心合意，甲牧师娘，以及陈一志牧师因拢是一家人，阮要伫遮同心合意来做阵来去做主你的教会，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照着主你的旨意，照着圣经的教示，照着你所为阮备办的逐样的恩典来跑走主你爱阮跑走的道路，互即个福音广传，互教会复兴，互搁较侪人会当入捌主你，归向主你。主，阮感谢阿拉主你，伫即个天气渐渐变冷的时阵，恳求主你特别来照顾阮，特别是年长的长辈，恳求主你来特别来看顾照顾因，互阮不管是伫一年四季，伫日时暝时，拢有主你的看顾，互阮会当伫主你内面得到平安，得到徛在，因为主你有讲，我靠你，阮的心快乐，阮的灵欢喜，阮的肉身也要安然自在。阮就将阮罗州教会、阮的国家以及全世界，仰望你，恳求主你赐平安、赐和平，伫阮当中，阮同心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只是三甲来启应，启应文35，启应文35，伫圣诗后面1061页，启应文35，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印。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寻求智慧，寻求聪明，毋通袂记得。
毋通去杀智慧，以为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以为高估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假时毋通放松。阿免。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神圣诗597首，树叶画落，画围墙画倒坏，树叶画落，围墙画倒坏。咱即时要来读上帝的条界，请咱大家起立。来，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届，毋通为了家己雕刻偶像。第三届，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届，你伫安息日守以做圣。第五届，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行奸淫。
第8届，毋通偷摕；第9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请坐。即时，请咱大家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旧约。约书亚书、约书亚记、约书亚书、约书亚记第14章。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14章，新约版本是伫246页。大家看，我来读。第10节，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地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行伫旷野，耶所甲摩西讲这话的时，看当我85岁啦，我犹故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第12节，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伫影见，伫遐有阿那族人，伊的城廓大坚固。那耶和华甲我伫地，我要赶引出，照耶和华所讲的。第13节。约书亚就甲因祝福，用希伯伦互耶夫尼的囝加勒做业，所以希伯伦做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囝加勒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全心grund地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以上。这是真欢喜，要个邀请咱的医治牧师来为咱讲道来证道。今仔日医治牧师所要证道的题目是“老就是宝，老就是宝”。来，将时间来交予医治牧师。咱过来读一位的圣经，拄则无读到吼，就是诗篇92篇14节。咱做伙读好无？来，因年老的时，幼园要结果子，因会结满满结鲜翠。这嘛是今仔日的金句吼。大家平安。啊，虽然天气有改变吼，有较寒冷，啊个落雨吼，总是咱幼园无主动。欢喜来到伫上帝的圣殿来敬拜咱所敬畏的上帝。咱三家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已经进入伫秋冬的年季节，天气的变化也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来改变，阮的心情。无因为安尼来受影响，因为阮知这一切拢有上帝你的立意甲带领。阮的人生嘛是安尼，对出世到现在，互阮日过日，月过月，年过年，伫阮中间检测已经也渐渐步入伫年老的阶段，总是就是像圣经所讲的。虽然阮的外体会渐渐败坏，总是阮的内心要日日换新。主求你将这款的新的愿望，逐日赏赐予阮，互阮无累志，互阮向前来迈进。因为主你就是阮的依靠，是阮的上帝。
感谢主伫今仔早起，也是11月的第一个主日，阮伫遮同心兄弟用心灵甲诚实要来敬拜你，愿圣神甲阮三个同工充满伫阮的中间，啊，伫阮的心中，互阮有渴慕的心来听上帝你的话。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拄则咱圣歌队所吟这首诗歌，捌听过无？我知影圣歌队你有唱啊吼。啊，你讲啥？我嘛第一摆，应该是讲吼，我较早嘛是这个新生诗的编辑委员啦，啊，捌摸过，啊捌唱过，但是无识。这首吼，拄则我看到是，问慧文老师讲是，所以跟我讲水电、瑞典吼，这个应该是属于民谣啦吼，啊，不过还是诗谣拢共款吼，真水的诗，秋叶的落，总是非常卖安那多坏。这个形容什么？即摆是秋天啊嘛。秋天的时叶会安那会落去，啊，咱的厝也是非常的安那多发生。即摆有当时全世界有当时拄着灾难，水灾也好，地震也好，吼，毋是咱只有咱台湾，吼，包括别个国家，包括美国纽约嘛，落一个大雨，哇，地下铁都淹水啊，吼，哎呀，越南嘛是，吼，咱若咧看新闻就知影。所以，这个世界会改变，只有上帝安那袂改变。咱讲人会老，上帝咧，啊，有老无？因为我存在，因为掌管咱的性命的上帝。好，今仔日我要用老就是宝。咱教会实在是伫10月12就提早吼来庆祝中央节敬老的感恩主日，有无？有领着礼券的人啊，举手者来，我冇领着吼，好来，这是70岁以上啦，啊有的教会是用65岁以上啦，吼，可能咱较济人啦，吼，啊经费有限啦，吼，所以。我有甲伊周报，咱迄礼拜周报吼，我小甲伊算过啦，吼，拢总有几个人你知道？70岁以上，迄是迄天实际出席，但是伫名单内底吼，52个啦，啊，若佫加上我即个，哦，即个调我的样，因为会籍啊未刷来吼，无刷入来。是，那交我迄讲冇领着呢，我用掉啊，吼，去全年甲买物件去啊，交我都53个，安尼算济啊啦，吼，咱老实讲吼，啊，今仔我要用这个老，所以我今仔要来补迄天的信息，吼，敬老的信息，迄天我是讲最上的重播，吼，哇，这都无下呢吼，所以吼，今仔互我。安尼补课程啦，好无？吼，啊，因为中央节嘛拄啊过啊，10月29，顶礼拜3，吼，啊，中央节就是旧历的9月初9啦，99，吼，啊，所以逐年也无共，吼，啊来，老就是宝，是为一句话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安尼。哦，你听到恁兜有几个老人？2个对不对？哦，所以恁兜有大某呢，吼，有两宝，2宝，吼，所以叫宝爸宝妈安尼，有影？啊，咱吼，世界这个年老的人口吼，渐渐安那增加。这是因为咱的医疗进步，
寿命就会延长啦。啊，自然老人就安那愈来愈多。你甲看咱现高地就好。我无讲恁老啊，恁家己咧笑安怎？咱需要吼，甲因小可平均年龄吼，小可降低一下。啊，要哪降低？啊，对啊，伊也无够啊。恁共占了了啊，少年都毋敢入来。啊，这吼，这嘛是世界的基业啦。真正的，这嘛足侪教会找无选我对啊。各位老师，你做有吸引力的，刚才你上少年，你听哦？咱的子女毋是甲咱共款的，哦，迄甲咱孙对毋对？啊，咱查囝呢，是毋是安尼？吼，啊，我感觉真敬佩啦，就是咱这上年的吼，咱莫讲老人啊，上年的啦，真正精神科家啦。你看因练这条歌，会晓练偌久呢？毋是今仔来就会晓唱啊呢，较熬，都毋是天才讲吼。迄拢爱经过几个礼拜，拜人嘛爱来，啊礼拜日咱来慢慢啊坐，慢慢啊行，那因几点就爱到呢？8点几分？啊，若迟到爱罚钱，对毋对？迄人我做机会一定爱安尼要求吼，爱严书在安那出高度，哦，有影。啊，事实上吼，毋是干那教会。全世界，我都要讲，人口老人的人口已经渐渐进入高龄化的阶段啦。所以咱国家，咱中华民国，咱若敬老吼，就是要几岁以上，65就会使哩啦。吼，我顶毛讲，敢若讲有联合国讲要修改啊，以后要改到70啊。哦，啊65岁，一般来讲，公务员来退休啦。哦，啊，若伫职场嘛是共款，哦，啊，毋过即马有个人65看起来佫足勇啊，对不对？所以还佫会当工作，还佫延长吼。啊，照咱的政府统计吼，我有去甲伊查啦吼。啊，咱即马见啊65岁以上，啊，一般来讲，若占4%叫做青年国，4%无济。啊，若4到7%叫做壮年国，壮年。哦，那么我经过壮年吼，啊7%以上就叫做老人国啊啦。啊，你知影无？咱2017年的统计吼，内政部有统计，咱65岁以上已经有439万1744个，占咱全国人口，咱全国人口偌济你知无？2348啊，2340几个啦，吼，啊，这2300几个就对了，吼，占做18.7%，安尼是算什么国？7%以上的老人国啊，咱18%，要到19%来呢，哦，真老啊啦，哦，差不多是5个人就安那，一个是叫做老人。啊，咱若目睭安尼逆着看咧，吼，少年拢毋知走去倒去，吼，有啦，楼顶有疑心啦，吼，你算少年的啦，吼，对啦，第二场就较济啦，吼，拢因都无爱甲咱做伙啊，讲咱有老人恨安尼吼，哦，后来啊，你知影无？若搁较幼吼，65岁到69岁有157万外人，哦，来，咱中间65啊69举手者，毋对了，你就是啊，哦，好，安尼吼，150几万，啊，若70到74，就127万，哦，迄个归数就莫讲啊，吼，啊，75到79就有超70万人，愈来愈少啦，哦，你知影？过来伊安怎算呢？80岁、81安尼吼，因为太济，拢差不多几万人啊安尼啦吼。你知影100岁有几个人无？
毛100岁哦，5000几个。哎，请问你要活到几岁？啊，唔知影，100岁哦，120啦，系嘛？哦，咱若咧人过生拢啊，叫你安怎食120，哎，哦，迄若220，还佫离我50档呢吼，哎，迄真歹想啊啦，好，莫想啊济，哦，活偌久，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活一天就感谢一天，真正。咱莫亲像讲吼，咧这边安尼咧算馒头，过偌久要退伍，好无？你若去做兵，就来算馒头。啊，若食老的时阵，莫说讲啊，我会当活偌久，莫去想。我逐暗若要困之前，我就祈祷上帝，上帝，我将灵魂交代互你。你若要带我转去，互我会当安然见主你的面。第二天天起，我搁活伫这个世间，主感谢你，搁想出我新的一天，是不是呢？我要为着今仔日好好来活，快乐来活，安尼有无？安尼咱逐工拢是新的一天啊！你就袂感觉讲啊，我若做老啊，我几岁啊？我过当活偌久，拢莫去想遐，哦，每一天拢是新的一天，阿免。好，所以。咱已经进入一个高龄化的国家，叫做老龄国。所以咱袂当无重视老人的问题啦。尤其是教会，咱要行入时代的头前尖端啦，吼头前，咱国家应该关怀老人最的生活的问题啦。咱讲知彼知己，知影别人嘛会晓知影家己，才会当安那。哦，这台语做歹讲吼。必见必行，对不对？叶老师，问对好，好谢。哦，安尼我有 S 有验证通过了吼。这吼无问老师拢咱拢学别讲吼，有人讲百见百行着，这有变音哈对，必见必行。后来到将咱来确认现代社会中老人的角色。哦，我都已经分析讲诶，你若是。几岁以上吼啊？我莫阁叫人举手啊吼，愈举就愈济人，一看就知影拢几岁人啊。来，头前咱的角色就是新的有闲的阶级啊，有闲啦。咱就一句讲，若要出国佚佗，咱要有钱又有闲啦，先爱有钱啦，出国拢免钱哦。哎哟，你敢若一抓去美国就好，去加拿大就好，有个去较白市的吼，去看什么极光的，迄一天，咱捌看迄电视有一个绕着地球玩有无？捌看迄节目无？有一个王客川啊 ，AD， 哦，伊咧介绍，带你去世界所在，我也无想，咱看就好啊，吼。伊带咱来去佚佗，世界行袂完啦。按过你若出去佚佗的人吼，转下就想要搁出去啊。会安怎？做好耍的啦。做事你都爱搁安怎？身体勇呢？因为出去拢要行路啊，敢不是？坐车、行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哦，咱拢知影嘿。就出去转来了吼，出去哦，那足忝。毋过转来就想要讲好后一次，若有机会要搁出来去行行，佚佗者。那个有钱又什么？有闲啦，有闲啦，闲是啥？啊，当然咯，这一定要加要附加落去啦，吼。你若无时间，可能咧上班，哪有可能来请假啊？对不对？所以。迄个营真重要，毋是阿营哦，毋是什物山中阿营啦、万家阿营啦，哈。咱中国有一个营庄啊，有营生啊，中国有一个营啊，嘛叫阿营啊啦，好来，所以老人退休了，咱有我拢定下讲，我啥物无啦，时间上多啦，有，咱有这样的时间，毋免上班啦。
哦，你来去上班爱打卡，几点来到位，几点来下班，做牧师爱打卡无？以前毋免啦，毋过有人讲牧师是 7-11的24小时。咱看袂，你讲牧师用啊，牧师今仔礼拜起来讲道尔，准备1讲2讲吼，祈祷的主理一个，读经会牧师时间足济咱嘛定看伊咧出去啰啰嗦吼，其实伊探望我做啰啰嗦，牧师用伫厝里吼，拢伫办公室安尼嘿。你敢知影牧师若咧无用的时阵吼，是无人知啦。我虽然退休吼，我最近手机若要困，我放伫枕头边呢。因安怎讲？我住5个，5个到即摆牧师离开啊。安尼长老就甲我拜托啊，牧师，阮即摆2个会友拢住伫加护病房，安尼。一个我嘛去甲祈祷，去甲关心吼。2个，一个伫淡水，一个伫新庄。因若讲牧师若万年半暝啦吼，牧师你会当，我讲袂要紧，你做你甲我通知，我配合来。我以前牧会就是安啦，电话若来，以前佫有市，我遮无市，无迄个市用的电话嘛，所以拢放手机啊，敢若手机啊，再放枕头边，随时啊啦备战。因为毋知啥物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可能嘛因为安尼说困较无好，然后有这压力啦较早少年较无感觉，愈济话就愈有感觉讲，较无以前遐尼健康也好，还是臃肿所以咱的时间真多，毋过咱过去较袂讲究就会得过就好毋过。咱就会开始讲究物质的享受，还是讲精神文化，互咱过较有快乐的、较有意义的一个晚年，来第2多谢你甲替我用第2就是老人3个角色的演变。第1项就是第小项就是讲渐渐消失的角色啦。过去咱的一家之主嘛。少年的还袂退休时阵，有无？经济权伫你的手头，因为你有收入啊，你有咧食头路啊，所以你有迄个父母的权威，你嘛家庭迄个主导权啊。总是已经退休啊，年岁渐渐济，咱就安啦，会放互咱的时势啊，会无？会啦，包括你的公司嘛共款啊，对不对？你着爱退落来，互。下一代人啦来接手接棒，所以伫咱的成年的儿女的身上，这是第1项你的角色主导权会消失去。第2项无变的是啥？固执，迄个角色无变。虽然年纪较老啊，较老迈啊，毋过你认为讲伫你的生理啦，毋是做生理生理啦。叶老师安尼对无？生理对啦毋是做生意生理，伫你生理上、精神上，你感觉讲我阁会杀你，我阁会当一家之主的权威，所以你着人讲若要落权，就是爱落钱啦，对不对？经济权爱落条咧，所以你会感觉讲，我阁会当指导我的儿女呢，用我的智慧，用我的经验来指导因，这是第2固执不变的角色。不管你活到几岁，对不对？咱定嘛甲少年讲，我行过桥比你行过路安那搁较侪，我食过啥盐比你食过啥米较侪啦倚老卖老安尼啦是不是安尼？会啦，这拢无变。第3，咱的角色就是充实人生的角色。这种人伊认为讲我达到人生的晚年啊。伫我的家庭事业，我的主导权拄则讲的会消失去。我交我的囡仔去接管，过来我要创造我的第2个人生啦。我要享受我的晚年。所以呢，
个人对家己所扮演的角色有认清，哦，伊就直接影响伊家己的生活，甲伊四周的人。所以要关怀老人的事，咱认清伊伫厝内，伊到底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你知意思无？哦，所以有人就讲好，我就开始要学物件，学习啊！我少年时无学到的，哦。学书法啦，学画图啦，学英文啦，学语言啦，等等，哦，这就是讲啦，弥补伊消失去的，学无到物件。第二大项就是咱来协助老人建立新的形象啊。老人要用尊敬吼，你嘛有image呢？你知意思无？老人啊。爱有尊敬无？哦，莫讲我老啊，那穿衫拢凊彩穿吼，无咧整理安尼吼，染烂兼啥，面单哈，绝对袂使呢。哦，来，所以头前观念上的改变，哦，老人的经验，咱知影心理上的改变，就是讲活到老，无，阁无想要老。哎呀，我也改了吼，本来是活到老学到老嘛，即摆改做活到老，佫无想要老。比如我拄则咱读的圣经有哦，比如阮即书甲咱读的，迄个约书亚伊迄个同伴叫什么啊？加勒啊，有无？哦，伊85岁的时阵呢，佫想要带以色列百姓去攻打阿拉伯族的城呢。伊安怎讲？哦，迄个口气吼，还是开口？哦，真猛哦！看，现今我已经85啦，我要够勇行啦。你几岁？嘛是85对吧？我会记你。哦，迄天敬老时我甲你问，你爱答现干嘛？现今我85岁啊啦。哦，加了头前呢，我要够勇行啦！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共款啦，迄个才几岁？40名，壮年青少壮的时阵，又无论是真正是出入我的气力，一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嘛是安尼啦。我想伊讲话一定走气力的，对无？一定咯。你就安尼讲，哦，我40岁知影，我即摆嘛是安尼，哦，这就是安啦，伊无想要老，哦，后来，伫心理学因的解说，伊讲为着要改变老人有迄种未老先衰的观念嘛，哦，所以有分做，哦，3种类啦。哦，你莫讲啊！我得65岁变老人啊，敬老，哔三声无赖。哦，在公车哔，我毋是三声无赖，是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啦，恁敢有？对无？65才有啊！哦，所以第一项就讲65到75叫做少年老。哦，young old， 所以我个算属于少年老，对不？来，65、75举手者，后摆看到我那叫少年的哈，啊，迄老莫讲啊，少年就好啊啦，係啦。啊，75到85叫做啥？中年呢？中年老吼 ，middle old， 简称就中年就好啊啦，哦。啊，若85岁以上啊，像咱李长安尼，咱叫做 old， 年老安尼啦。哦，这种的分法，无毋是要互老人观念上安那，无是讲哎呀，我个少年啦，了解哦？哦，所以阿爸看到我叫少年，知无？少年迄老莫讲。好来，第二项咱来开创第二人生啦。现代老人的学者吼，这嘛是人做研究
拢强调70岁到90岁是咱人生的黄金时代，你知无？所以那有虽然讲迄个杜甫吼，伊捌讲是讲人生70啊呐，古来稀啦，有无？较早要活到70，无简单啦，哎啦，真少的意思啦，稀少啦，哦，你知影咱教会有一个临终节牧师，你毋知捌听过无？临终节牧师，较早捌做过总会议长，啊，拢行街头的，有无？啊，伊有一摆喊我去美国去受训，3号的训练，阮去到佛罗里达，阮住伫一个会友的厝，吼，后将再去阮垦港店名城的啦，吼，东区的啦，吼，有阵一间在起床的时，伊甲我讲，哎呀，伊就叫我名字记伫啊，你敢会晓唱一条歌叫《红姑仔粿》？我讲会啊，哦，诶，先啦会晓，这个男神因编的嘛，吼。伊讲无你唱一句啦，我听看卖，哦，我就开始唱。隔壁老人做51岁，吼，又好，到这就好。我讲谁若捌唱了？伊讲今日我51岁的生日啦，啊，我是老人啊啦。隔壁老人做51岁，送我一个大的红玫瑰，捌听过无？毋捌咯，这偌好听的歌呢。我想要明仔载下落去找，哦，鸟鼠爱食，鸟鼠爱食粿。3更半暝开花通过，讲要偷食粿。安尼。啊，第2天起来找无红玫瑰，互鸟鼠啊食甲剩一粿。鸟鼠啊实在真歹飞回，哦，飞回哦。哎，这足深的代志吼！啊，伊甲我讲唱第一句就好啊。伊讲我老人啊啦，我拜托的51，啊，古早人就是50几岁就看了真老啊，真的啦。所以哦，后来咱讲70是古来稀嘛，杜甫安尼讲嘛。毋过咧，现代人无安尼讲人生70才开始啊。意思是啥物？就是要搁开始咱人生的。第2个人生啦，哦，这个人生就你会当摆放下你家庭的负担，囡仔大汉啦，你也免搁饲囝，免搁养育因啦，哦，你会当照你的兴趣，随心所欲，有无？哦，我今仔要来倒，我今仔要来创啥，我要来学啥，照你的兴趣，享受你满然的心境，逐天拢过着快活的日子，对不对？这就是开创第2人生。第3，咱就消除身的阻碍，咱咧有身躯开始有病痛，袂，足侪人拢去看医生。我想吼，到这年纪，讲无咧食药爱骗人的，啊，慢性处方啦，哦，啊，拢爱对啦，三高啦。哦，啊无就有诶无，像我嘛是爱食目睭啦，药迄个泌尿啦，吼，啊，加减拢有毛病啦。啊，人暗时较歹困，嘛爱食一寡好困诶药，助眠诶啦，莫讲去安眠啦，吼，助眠诶药啊。这就是咱诶病痛嘛，老化嘛，对不对？啊，健讲就讲过去，啊，随讲就随袂去，哦，啊，坐咧就哈气，啊，倒咧困袂去。啊，这就是咧老化现象，这拢无法度避免的。不过老人咱照着锻炼咱的身躯，适当的运动，啊，饮食的节制，哦，莫看到啥就要食啥，对不对？嘛是爱节制啦，莫食伤油伤咸，哦，伤甜咯唔好，来保持咱身体健康。不过伫心理上慢慢认为讲啊，我都老啊，所以人我妈妈以前讲，你莫叫老人叫老岁啊。岁啊是啥子？岁人啦，无路用啊啦。有当咱嘛家己讲啊，我都老岁啊。你莫家己感觉我无路用啊，对不对？哦，咱又还能当啊啦啊，感觉咱还佫有价值感，咱点都爱热心参与伫教会事奉。你看，咱的生活对有少年无？哦。
搁咧服侍，拢少年啊，对不对？啊，遐囡仔若搁加入来，咱搁较少年啊。哦，咱甲讲遐都囡仔啦，哈，遐青年都囡仔，哦，咱就当平均年龄就降低啊嘛，吼。好，虽然咱这新事奉教会也是社区的服侍啦。第四样，促进灵命的成长，哦，老人较有时间嘛，是不是？我拄仔讲，什么拢无，什么上济？时间啊，对不？虽然就较济时间，伊也免上班啊，哦，看到几点？通常我拢知，拢做早起来啦，哦，因为当时我会赖啊，3、4点就接到人咧甲我早安啊。我看啊，这人就是暗时可能歹困，啊无就早起来，有诶拢做早困啊，哦4、5点就起来，所以吼，咱因为时间最多，所以咱好读圣经、祈祷、参与教会事奉，尤其是对老人传福音啊。老人需要福音无？佫较需要呢。所以咱看诗篇拄仔读圣经讲。因年老时犹原啊呐，结果子因会食满满，食青翠啦。老人会当对老人传福音无？嘿啊！你想看觅你的朋友中间，当你去公园啊去运动，有你的朋友哦，去做体操，哦，还是有够有用迄个赞美操，系啊，还当吸收一寡社区的朋友。哦，所以老人当时年轻的时阵，咱以为咱结出侪得救的果子啦，得救的果子。最后，我要甲咱大家分享教会对老人的使命。第一项，重建老人的地位。拄则咱这个启用的时阵哦，讲到孝敬你的老爸有无？经面内面讲到，这是10条戒，咱拄仔嘛今仔嘛读第10条戒。第5戒是啥物？来，安尼，好，等下去领奖品，甲干事领吼，干事讲我哪会知？家己奖赏吼，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地得到久长，这嘛是出伫圣经出来记里面。利未记的律例嘛有讲，吼，讲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安那，你着起来徛啦，哦，虽然中间有几个白头毛的，哦，我阵你边仔就一个。你搁坐伫边啊？你来起来啊！哦，意思是啥物？爱尊敬伊啦，爱尊敬伊。所以，咱讲吼，白头毛是啥物？应要的啥？免流啦，吼，对无？前面讲的嘛，白头毛是应要的免流，吼，伫义的路会找着。这经文咧强调讲，老人是咱正人尊敬的对象，嘛是。对子女的祝福者啦，咱足需要这个老大人，甲咱的少年人，甲咱的孙仔、囡仔祝福。所以咱搁要强调圣经对老人尊重，甲伊应该得到的地位。哦，第二样，教会也莫负起对老人传道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这是根据美国教会统计，讲教会在这个信徒中间有30%。是超过65岁的老人啦，咱罗州教会65岁以上10几%吼，唔对咯，捌算过无？唔捌吼，后尾小啊统计者，3%。即摆你看现场那个几个就好啊，什么3%？啊？哦，你若爱讲，我就无话讲。哦。随学随会晓，现买现卖，好，安尼有巧，我看你会做头家。好来，讲有30%是65岁以上的老人。台湾的教会老人的人口嘛，渐渐咧增高。我都跟咱讲，咱教会70岁以上的，我都要讲
交我一个53个啊，所以教会应该为着老人提供更较侪设施，也是节目，比如讲迄个升降梯啦，还是咱斜坡莫爬楼梯有可能伊行动无方便啦，咱来开一寡适合因的课程，莫讲叫因爱来学英文啦，毋免比如讲请来开一寡健康的啦，也是讲人文知识啦，还是唱歌啦，甚至咱嘛会当带领因为迄个老人大学，社区大学，还是讲咱教会某些少年大学，因无叫圣经的课程，我以前是上大学叫人生的哲学，其实就是讲圣经啦，这人迷信教置入性行销，就来啊！你讲唔讲？通过咱小可包装者，这都有机会啊！是毋是咧？互因会当伫遮安尼过快乐生活，有即个什么教咱的政府嘛，诚注重咧，日托有无？啊，是讲据点，我感觉教会会当摕，咱有场所嘛，咱嘛会当有一寡的志工，包括讲60以上拢叫少，会当做志工，来服侍遮的老人，有诶，像我去新生教有诶7、80个嘛，搁咧做志工呢，规个教会就安那有重视啊。再来牧者，这嘛是对我讲，嘛是咧对咱以后要来蔡牧师讲，所有的牧师拢共款啦，爱负起对老人协谈的职责啦。根据老人专家的统计，老人拄着生活的困难问题，会无？会啊，迄话愈老就愈掂呢。所以有人讲老人爱安那练消话啦，较食讲话咧啦。啥在练消话？像我昨着接到基督教会一个长老叫做黄水典，咱今仔唱这歌是水典做的，甲国家的名共款，伊嘛80几岁啊，拢伊咧还，因为无牧师嘛伫内湖迄边，可能靠我讲，牧师，你明仔载有闲无？我讲要创啥？伊讲本来要请谢希明牧师来讲道拜伊啦，谢希明咱牧师捌嘛，较早放假即摆拢80几岁啊，80、90岁有啊。讲忽然间去急诊啦，所以礼拜日无法度来讲道啦，我歹势，我已经有答应罗州教会啊，安尼。伊迄个型咱知乐天职业棒球队伍，职棒有一个总教练叫做九保伊的名甲迄个黄球足像的啦。我拢甲我牧师讲迄个黄水店长老啦，我昨着练消的甲牧师讲，就拄则乐天的总教练敲电话互我啦，讲叫我明仔载去做救援投手先发投手的急诊，无法度上场啊，都找救援投手安尼我牧师笑甲，这叫做消话啦。老人爱较侪讲话咧，毋好拢愈来愈掂，愈无爱讲话。愈爱讲话就愈袂晓讲话，知毋知？所以有些牧师讲道拢会讲较久。请你咱我毋是练消话啦，嘿啦，较教话啦，我牧师嘛讲恁这牧师拢真教话啦拢袂晓收煞呢去你都毋知要煞呢文良兄，你有安尼感觉？伊拢毋爱甲我笑，文良兄，我咧叫你啦，你毋甲我笑一下，好啦，歹势啦好，我意思讲咱有50%的老人，因若拄着问题时，拢会找牧师啦，要求牧师甲伊协助，尤其27、8老人要找人甲伊讲话，你著听伊讲就好啊。你听意思无？协谈意思是，你听伊讲，
你不一定爱讲啥，讲了就好啊。有讲话对象啊，有当时伊会想袂开，啊，你较苦劝。我嘛有想袂开的时阵呢，我嘛爱找人安尼透透的呢。啊，若无我会破病呢，会无？哎呀，所以有当时吼，我若甲我好朋友电咧一个讲，拢点外钟的。哎，我有时阵讲哦，你安尼哦，搞的嘿，讲伤久啦，哦，我啊无讲就艰苦咧，对不对？吼、啊有来是我嘛讲啊，会当得到安慰鼓励啦。所以就安尼，咱做一个牧者，爱有迄种老人协谈的专业的训练技巧，安尼你才有法度侍奉甲关怀老人啊，有重要无？做重要。好，结论来讲，好要煞啊！我知咱老人膀胱较无好，嘿，哦，所以咪讲较紧的，我要放招了，我嘛就咧紧啦。老就是宝啦，咱讲一句来。好，讲有影啊？那个小淑珍，你们家有2宝啊？有没有是宝？还是草？哦，好来，无论是家庭，还是咱都是教会。你的厝呢，老人甲你做伙大，有无？方月，妈妈即摆等来甲你大，欢喜无？宝呢？哦，一个叫做什么？爱玉，啊，阮店叫宝玉，哎，哎呀，鳄鱼，哎，哦，迄是宝呢，对不对？有人跟你做伙大，就是家庭的宝，爱珍惜，手啊牵了啊，哦，爱甲伊尊敬。同款，咱的教会若是年老兄弟，就是咱教会宝贵的资产啦，知唔知？是是？哦，这个少年人讲，看到老人爱甲因称呼，爱甲因爱写字，爱甲因行礼一个，哦，英宗兄平安，哦，文良兄平安，哦，对不对？哎。亲像我人看到我甲无出兵，我足欢喜的，对不对？有人甲咱重视，哦，莫嫌定地啦，哦，安尼啦，这是咱的资产，咱来徛伫教会立场来加强老人的时间，关怀因的生活、因的信仰、因的健康、因的徛起、因的福利等等的问题。所以创造的主上帝一直出世，对咱出世就关心咱啦。就咧关怀咱，吼，一直甲咱头毛喙手白，姊妹袂无喙手啦，吼，永远咧仰视咱，看顾咱。所以咱做一个少年呢，出来咱敢袂当轻视咱年老的骨肉吗？吼，所以咱若关怀老人的时间，总有一天啊，会无不一定咧，吼。你嘛不一定会变老人啊，你怎说？不过上帝若祝福咱，总有一天咱嘛变做老人，对无？咱会被关怀，所以咱更加爱重视老人。好，甲伊看作是咱的宝贝资产，因为有一天咱拢会变老人。咱三脚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阮徛起伫这个世间的日子，是你所在看顾，甲赏赐阮最欠用。你毋若关心阮伫物质上，伫阮的精神上，伫阮的信仰灵命顶面，你永远咧培养阮，互阮会当徛起伫这个世间，逐日来过欢喜的日子。主啊，求你特别祝福阮。教会中间渐渐年老，阮的兄弟姊妹，阮家己会当看重阮甲上帝的关系，嘛会晓培养阮今仔日所听到的，阮放伫阮的心内，用心调整阮的心态，建立好的观念，
嘛行出阮感觉真稀微、真孤单的生活。阮特别知影年老会破病，阮中间嘛有人检查咧住院，有人即马嘛身体有病痛。主啊，你是怜悯人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无所不为，无所不能。阮相信上帝你要看顾，特别你怜悯这年老的兄弟，互因无孤单，无寂寞，互因拢有勇敢的新心灵，直到主你调阮转去的时。主啊，求你祝福阮罗州教会所有这年长的兄弟，互因身体拢健康，万事兴通，灵魂得到兴旺。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医治牧师勉励正道，关心老人，也为老人来祝福祈祷。咱即时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神圣诗158首。我有几好朋友，咱有缘来吟全首。备办生来奉献，请即岁同工来执行。请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
请咱今仔来做阵来读今仔日的要句。今仔日的要句就是记载伫诗篇92篇14节。诗篇92篇14节，也就是拄则牧师们补充读的这个部分，嘛，真做咱今仔日的要句，请咱台语来读2摆，哈，三来。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接满满色青翠。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接满满色青翠。诗篇92篇14节。好，我来做教会消息报告。来，咱教会消息第一哈，咱小等下咱要来做11月份的庆生会，吼咱第二个部分11月初9就是后主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为着新学院的教育啦、训练以及整建等等遮个相关的事工，请兄弟姊妹来关心带导。第三，11月23举行感恩节的感恩礼拜，这一天就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孝念主的恩典。那有缘请咱备办心吼来，做个人的感恩的奉献。第四，礼拜后伫1楼这沙发区的所在吼，咱记得就是留互新人来使用。吼，咱今仔日敢若无啥朋友吼，咱养生习惯1楼的沙发区伫礼拜三拢留互新人，以及志工，就是讲咱的同工来使用啊。第5拜三暗时8点的查经祈祷会，欢迎时间会使吼，大家踊跃来参加，来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必须来带导，会当得力蒙福。第6会计的报告，10月份的收入，请大家来过目。新朋友吼，刘弟兄、刘伟忠弟兄，今仔日毋知有伫咱当中无？刘弟兄，还有怡姐妹吼，叶姐妹、陈姐妹、吴姐妹，欢迎遮新姊妹，那真欢迎。咱教会有真侪新朋友嘛总是有关怀的志工吼，来甲因关心安尼。团契的消息是，同心团契伫后主日哈，第二个礼拜结束了后，伫1楼来举行例会。主理是咱的俊宏长老，主题是列王记上下。魔镜告诉我，咱参加就知影，这个主题真趣味。好，那其他相同的部分，有缘请大家不管是灵修的时间，或者是咱有用的时间，像讲拄则牧师讲的时间真侪吼，意思讲咱有真侪时间，咱爱为着教会。为着身体欠安的，为着年长也是住院的来关心带导哈。好，来，这个时阵咱来做庆生会，请11月份的寿星，11月份的寿星来请出的芙蓉姐、素桂姐、纯心、金龙、正宗、珍怡、芳玲。清祥，请11月份的寿星出列来，让我们来为他们祝福。若是无登记伫州保定馆，若是11月份的寿星，请来台前，互阮来为恁祝福。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请牧师来接导。咱来为着11月份这寿星吼，咱来祝福的祈祷吼。
特别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今仔日阮伫礼拜中来举行阮教会11月份才会受请兄弟啊，阮知影阮的生命是上帝你手赐，求你特别祝福阮伫11月份有用这所归这顺心这金龙这振中兄、丁义这洪玲这琴上兄等啊，才会受请，互因伫因的生日的中间满满上帝你的祝福，互因得到身体健康、万事亨通、名分兴旺，求主赐福因甲因的家庭。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上帝祝福啊！免翕相了哈。有翕过好，啊。翕过。好，咱即摆要来吟尾变诗，请大家来吟尾变诗是新鲜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咱的医治牧师来接导。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荣光遍照你，也应主必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保护你，守出你平安。咱愿徛伫三个来领受上帝赐福，但愿你大家对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这时的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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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默祷闭会。